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國際風水師 Zoe。咁今日就輪到講狗嘅生肖喎，究竟喺馬年度佢哋又會係點嘅呢？狗嘅生肖亦都會係有好消息嘅，但係亦都有啲嘢係需要留意嘅。所以如果你哋有家人係屬狗嘅生肖啦，或者佢哋喺個月齡度，即係狗嘅月份度出世嘅時候呢，真係記得幫佢哋聽，聽完之後一係就分享呢個片俾佢哋，或者甚至乎係可以俾個溫馨提示佢哋啦，因為亦都真係需要留意嘅嘢都比較緊要噶。如果佢哋有注意到嘅話呢，對佢哋喺馬年度呢都會係好嘅。狗嘅年份呢就係1934、1946、1958、1970、1982、1994、2006，咁呢啲呢就屬於係馬嘅年份啦。而年柱呢嘅意思呢就係出邊所有嘅嘢係對佢嘅影響啦。10月8號或者9號去到11月7號或者8號呢，咁呢啲就係屬於狗嘅月份啦。月令嚟講呢，就係代表佢嘅事業啦、父母宮啦，或者係個直接上司嘅。而時間嚟講呢，就係7點夜晚去到8點59分嘅夜晚呢，咁呢一個就係屬於戌時啦。而時柱嚟講呢，就係代表兒女宮啦，或者直接下屬嘅。日柱嚟講呢，我就冇辦法知道你嘅地支係啲乜嘢啦，咁所以呢，你哋就要揾一啲可靠可信嘅 Apps 呢，然之後去輸入自己嘅資料嚟去睇翻究竟有冇呢一個戌字啦，因為戌字嚟講呢，就係代表狗嘅生肖啦。喺我未繼續講落去之前呢，咁大家如果係未撳呢個免費訂閱掣嘅，咁記得快啲撳呢個免費訂閱掣啦，因為當我有片出嘅時候呢，咁大家就會係收到 notification 噶啦。我會叫呢個叫做人生藍圖呢，就係當你知道咗嘅時候呢，大家就可以有個指南去幫自己，或者甚至乎幫你家人點樣去改善自己嘅人生啦。而又可以點樣去幫自己做準備呢？即係等於好似天氣報告咁啫嘛。如果大家聽到係會落雨打風啊，咁大家都會做準備啦，唔會講話驚噶嘛。咁所以聽完呢啲嘅時候，大家就可以自己計劃下啦，為下一年有啲乜嘢可以做準備嘅。而喺個職業上度呢，就會係有好進展嘅。所以如果打工仔嘅你哋呢，就會係有機會升職加薪嘅喎。如果你哋係做生意嘅你哋啦，或者自僱人士呢，你哋都會係有好好嘅發展嘅。而因為呢個馬嘅生肖呢，其實同個狗呢，就係有個半合局喺度嘅，咁所以變咗嚟講呢，最好呢，你哋就多啲一齊同人合作做嘢啦。打工仔嘅你哋呢，最緊要同人一齊去合作去做啦，就千祈就唔好諗住自己一個去做晒所有嘢，因為如果你哋係一齊做嘅話呢，成功嘅機會呢就比較大嘅。以上講呢啲都係要以你嘅人生藍圖啦，和你屋企嘅家居方向為作準嘅喎。因為我唔知道你嘅人生藍圖度有冇呢個刑沖破害喎，因為呢一個都會係影響噶。而如果喺屋企嗰度，你哋有激活到唔應該激活嘅地方呢，呢個都會係影響到個運氣嘅喎。初創公司嗰啲呢，如果你哋想去尋求資金嘅話呢，咁你哋都會係成功嘅機會呢就會係大嘅。你哋亦都會係有機會去開拓新嘅市場嘅。咁但係呢一個呢，你哋都要去留意翻啦，因為亦都有一啲唔係咁好嘅星嘅時候呢，嗰啲星呢都會係影響到你嘅判斷能力嘅，所以記得聽到最尾啦。創作者嘅你哋呢，咁就好好地去運用呢一年啦，因為呢一年呢，你哋呢比較容易啲，有好多 idea 啦，所以對你哋嘅事業發展都係叫做好好噶。多啲抽時間嚟去 focus 喺你哋嘅事業度啦。就算你哋遇到咩難題都好，千祈唔好放棄啦。最緊要你肯去諗，去揾個方法去解決呢，你哋一定諗到嘅。因為喺呢一年度呢，你哋有一個好特別嘅星，就係好多時你肯花時間去揾嘅方法呢，就一定諗到嘅。而有一樣嘢你哋需要留意嘅呢，就係話你哋有機會喺某一啲月份度呢，你哋反為呢就會諗嘢就比較負面啦，或者甚至乎無端端唔開心，但係又唔知係咩事嘅。所以呢一個呢，就要多留意自己嗰個嘅諗法啦，千祈就唔好俾自己諗一啲負面嘅嘢啦。或者甚至乎成日自己病喺間房度啦，最緊要多啲去曬下陽光啦，亦都比較建議大家多做義工啦，
多啲幫下朋友啦。你幫緊佢哋嘅時候，或者你做緊義工嘅時候呢，咁你就冇咁多時間去諗埋一啲負面嘅嘢噶啦。你哋一齊去做義工嘅時候，其實你都會係接觸到好多好正面嘅人啦。咁呢一個都會係大大提升到你嘅正能量嘅。仲有一樣嘢大家需要留意嘅呢，就係話當你哋簽任何文件嘅時候呢，就要多睇清楚嗰啲細節啦。因為喺呢一個馬年度呢，你哋亦都會有機會遇到官非嘅，或者是非嘅，所以你哋最好呢，就喺屋企嘅位置嗰度呢，睇下嗰個西南位係喺邊度啦。因為西南位呢，喺呢個2026年呢，就有呢個七赤官非星嘅，咁所以如果你一下唔覺意激活到呢個地方呢，咁呢一個呢，就會係放大咗你嘅官非嘅機會噶啦。咁所以最好呢，就以靜為主啦，同埋亦都可以擺三支富貴竹水種嘅喺呢個西南位度。而另外一個位置需要留意嘅呢，就係呢個東北一嘅位置啦，因為佢係歲煞，咁而通常歲煞嘅位置呢，亦都會係比較容易啲惹官非嘅，所以呢一個位置都要以靜為主。而你身邊嘅人呢，你就要多留意有一樣嘢，就係話你會有機會遇到小人嘅，所以自己當你接觸任何人都好，自己就要睇清楚啦，究竟嗰個人係咪雙面人呢？不過聽完呢啲又唔需要驚嘅，最緊要自己問心無愧，做嘢睇清楚，做任何決定都睇清楚嘅時候，咁呢一個大致上問題都不大嘅。而講緊官非嚟講呢，亦都係有機會係因為你自己講嘅說話啦，而有啲事有可能你自己都唔覺意令到嗰個人係唔高興你講嘅嘢嘅，所以當你講嘢嘅時候，自己嗰個說話技巧都要諗清楚先至好講啦。或者諗一啲好嘅方式嚟去同人溝通啦。而另外兩個位置呢，就係呢個五黃大病位啦，你亦都需要去留意嘅喎，佢就喺呢個南位度啦。咁千祈呢就唔好激活去啦。而五黃大病位呢，災星位呢，佢係屬於土嘅五行嚟嘅，所以你可以擺一啲銅做嘅葫蘆啦，或者六帝錢啦嚟去攝呢個五黃大病位嘅土嘅呢個位置，亦都要以靜為主啦。而嘅西北位置呢，就有個二黑小病星喺嗰度嘅，雖然講緊係小病星，但係喺呢一年2026年嚟講呢，呢個佢都叫做拍得住五黃大病位嘅喎，因為佢有個五虎煞喺呢度啦，所以呢一個位置都係要以靜為主，同埋擺一啲銅做嘅嘢嚟去攝呢個嘅土嘅五行啦。咁而點樣去揾呢啲位置出嚟呢？就係你喺你屋企嘅中間位置嚟去揾翻，睇翻下究竟呢啲位置係喺邊啊。我之後都會出一個風水嘅片嘅。咁喺呢個2026馬年嘅風水位置呢，咁大家都係可以去睇翻，然之後就去睇下有邊啲位置係可以幫到自己嘅。因為既然間屋企都已經喺度啦，點解唔好好地去運用啲位置呢？因為我嘅風水片同其他人呢就有啲唔同嘅，就係話我會有啲陰陽貴人位啦。咁而個陰陽貴人位呢，我哋要去計算，咁佢就唔係每年都喺度，咁但係當佢喺度嘅時候呢，佢嘅力量呢係非常大嘅，係可以幫助到大家嘅運氣嘅。咁呢個係講緊係2025年嘅，咁我之後出2026。如果你哋係同個馬年有刑沖破害嘅話呢，咁大家就要去睇下個風水片，我同大家分享究竟個太歲文昌位喺邊啦。因為個太歲文昌位嘅力量係非常大嘅，可以幫助化解呢一個刑沖破害太歲嘅，就會令到件事大嘅就會變小，小嘅就會變冇啦。而佢同個46文昌星係唔一樣嘅，咁所以變咗嚟講呢，大家就去睇下我之後出嘅風水片，咁大家可以揾下啲位置，邊啲唔好嘅位置呢，就唔好去激活去啦。咁呢一個2025年噶啦，你見我嘅分享呢，同出邊呢就有啲唔同嘅。咁五黃大病位大家都知嘅，但係五虎煞呢就比較少人講，咁所以大家都要需要留意啲五虎煞啊，最緊要都唔好激活到佢啦。三煞位置啊，二黑五黃位置啊，七赤官非星啊，咁大家就留意翻呢啲位置，唔好激活佢呢，佢呢個都會大大減輕啲嚴重性嘅嘢嘅。而始終都係講緊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，咁變咗嚟講呢個風水位置呢，就係你屋企嘅位置啦。咁最好就自己都可以去睇下呢個片嚟去參考下，睇睇啲位置，執啲位置啦。咁健康上呢，最緊要呢就係睡眠質素要好夠嘅。
因為當你嘅睡眠質素夠嘅時候呢，你諗嘢就會比較清晰啲啦。而千祈呢，就唔好做嘢做到好夜啦，因為尤其是做創作嗰啲呢工作呢，你哋會係有機會係當有 idea 嚟嘅時候，你就 keep 住做啦。咁所以呢一個呢，真係要自己去平衡翻啦。而記得係都要去食嘢嘅時候都要食得平衡啲啦，最緊要食嘢都要食得均衡啲啦。而亦都比較建議大家呢去做下運動啦。如果唔適合跑步嗰啲呢，咁你哋都係可以叫做行快步啦，或者喺公園度行慢步都得。最緊要多望啲綠色嘅嘢啦，亦都去接觸啲朝頭早嘅太陽啦。狗嘅生肖呢，就係屬於土嘅五行嚟嘅，而土嘅五行呢，喺個黃帝內經度嚟講呢，就係屬於脾胃啦、口啦，尤其是生於喺春天同夏天嗰啲呢，就更加需要特別去留意自己嘅健康啦。生於喺秋天同冬天呢，就反為叫做好少少，但係都需要留意健康嘅，例如話消化系統啦、荷爾蒙啦、細胞啦、甲狀腺啦、婦科啦、壓力啦、情緒啦，千祈就唔好俾自己諗太多負面嘢啦，因為當你諗得負面嘢多嘅時候呢，就會增加到你壓力啦，亦都會影響到自己嘅皮膚或者甚至乎自己嘅消化系統嘅。咁再一次溫馨提示提提大家，就係話啦，以上呢啲都係作為參考嘅啫，因為始終都要以你嘅人生藍圖和你屋企嘅家居方向為作準嘅。喺呢個2026年西曆嚟講呢，即係陽曆啦，大家需要留意嘅月份呢，就係4月5號去到5月5號，6月5號去到7月7號，7月7號去到8月7號，9月7號去到10月8號，呢個1月5號2027年去到2月4號2027年，而時間嚟講呢，就係朝頭早7點去到8點59分嘅朝頭早，而喺呢啲月份度呢，就多留意自己嗰個嘅健康啦，尤其是如果大家有啲乜嘢重要嘅決定呢，就諗清諗楚啦。如果聽到呢度大家都未撳呢個免費訂閱掣嘅話呢，請大家記得去撳呢個免費訂閱掣同埋撳埋呢個鐘仔。當我有啲乜嘢免費小資訊去同大家去分享嘅時候呢，咁大家就會收到個 notification 噶啦。如果大家係覺得頭先同大家去分享嗰啲資訊呢，幫到大家嘅話呢，咁請大家多多支持去俾個讚好我嘅片啦，因為你哋每一個嘅讚好嘅片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支持嚟嘅。而狗嘅生肖呢，暫時嚟講呢，就分享到咁多啦。我係國際風水師 Zoe Kong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